家好，我係多多昌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好多朋友剝完牙翻到屋企，同我哋講眼輪仲喺度出血，剝牙嘅傷口仲喺度流血。咁大家遇到呢種情況都唔使驚，剝牙之後，單日24小時內口入邊有啲潛在嘅出血同血絲都係正常嘅，大家唔使太過擔心。萬一啲血不停咁樣向外湧，一大啖一大啖嘅湧晒出嚟，咁就建議大家盡快去口腔科治療啦。呢段時間，如果屋企有麵包球，我哋就將佢扭住；如果冇麵包球，可以用啲紙巾、紗布，甚至係乾淨嘅曬面製品，扭喺剝牙嘅傷口，用呢種方式嚟壓迫止血，處理住先，之後盡快去醫院就得㗎啦。關注我，呵護你嘅口腔健康。